天呐天呐，都在哭。老人家年纪都这么大了。看，正来建行取钱，3个机子，2个不能取，1个在维护。然后到农商行，农商行所有的机子里边都没有钱，没办法再去工行，结果工行要搬，取款机更不能用，结果1中午1个小时，几个银行1毛钱都没取着自动取款机上。